人去哪儿了？我对你呀是一点恶意也没有，四毛哥也说了，这次任务不是为了伤害你，我就是个干活的。你既然是干活的，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，给我解开。这可不成，我也是奉命行事，您呀也别难为我。是雪狼让你们这么干的吧？他究竟想干什么？雪狼？雪狼是谁？我是真不知道。不过四毛哥说了，帮你啊是为了一个人，只要这个人能够答应重出江湖，你呀就什么事儿也没有。谁？这我可真不知道。不瞒您说，我今天也是和四毛哥第一次见面。刘四毛去哪儿了？啊，他出去了，一会儿他回来您亲自问他，我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大概知道雪狼是想逼谁出山了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可以给我倒杯水吗？哎，您一等啊。我喂你喝吧。来，太烫了。哦，帮我倒一倒吧。哎，哎呀，姐姐啊，大概知道您是谁了，但是呢，我也不敢得罪你，就希望您日后啊别记恨我就成。反正四毛哥也说了，等完成这个任务啊，就给我盘缠，让我回老家了。哟，许是四毛哥回来了。四毛哥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是不是可以结账了？走吧。谢谢四毛哥，谢谢四毛哥。白护士，刘四毛，还真是想不到啊！我也没想到，雪狼口中的飞虎居然是你。你看，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请你过来，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多多包涵。还真是一次好招待，还不打算给我松绑吗？好，解开脚可以，但是手不能乱动。咱们出来坐着，慢慢聊。坐。我知道雪狼让你们绑我，是为了逼一个人重出江湖，而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，白明海。你看看，果然是虎父无犬子。
飞狐就是飞狐，离开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不清楚。我父亲年纪一大，你们这么大费周章的逼他出山，为什么？你呀，是太小看你的父亲了。解放前，他可是大名鼎鼎的鬼枭，也是雪豹徐文正手下的得力干将。我想你也知道，当年在卢门，雪豹、雪狼那可是平起平坐的。雪狼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为了磐石行动。台湾的寇先生已经等不及了，再加上你的父亲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，这就是个巨大的隐患。我不管你们怎么想，我是我，他是他。以前壁虎在的时候，你父亲总是追着找雪狼，可是现在呢，一直往后躲，你就不觉得奇怪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只希望我的父亲安度晚年。麻烦你回去转告雪狼，磐石行动我会执行，但我绝不允许你们逼我父亲做他不想做的事情。你真的以为他能藏一辈子吗？共产党迟早会查明他的身份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隐姓埋名过一辈子的。飞虎，飞虎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我父亲现在在哪儿？我只知道他去找雪狼了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那你告诉雪狼，不准碰我父亲，有什么事直接找我。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呀！记住，这是你惹我的代价。哎，红梅，啊，这么晚了，干嘛呢？补习作业，查钢丝绳呢。这华扣的案子到现在也没个头绪。哼，你这干嘛去了？啊，我陪珊珊逛了个灯会。怪不得，看你这高兴的，这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跟白慧关系那么好，她家没出什么事儿吧？白慧，她咋了？啊，我听珊珊说，今天白大夫去医院找了2次白慧，感觉有什么急事儿。白慧也是，下午4点半就急匆匆的从厂医院走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有这事儿吗？我赶紧去看看。小辉，小辉，小辉，怎么的？离了电话变成哑巴了吗？我女儿在哪儿？做事情不能太过分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我做事的风格你清楚啊，否则你也不会3番5次来找我吧。但是如果你用绑架我女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我、强迫我，那结果就是适得其反。我知道你能听见我的话，我把话点到这儿了。我希望我回到家以后，所有的一切都能如故。如果你真的需要我帮你做事，行啊。你必须亲自来见我。如果连这个信任都没有，那以后别再来烦我。
爸，这么晚了，上哪儿去了？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刚去了趟市医院，给韩厂长取个医疗仪器。陆秘书跟我一起的。哎呀，你怎么不听爸爸话呢？不是让你下班就回家吗？这不是临时有事忘了吗？对不起啊，爸，让你担心了。别动。怎么回事？去搬医疗仪器的时候，不小心让绳子给勒了一下，没事。啊，对了，你白天那么着急找我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回家吧，爸爸累了。爸，吃饭了吗？我去做点吃的。几点了，我还不吃饭？等你，爸爸就喝西北风吧。谁呀？是我。红梅姐，红梅姐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哎呦，唐公安，白大夫，你来了，快坐，快坐。没事儿。我今天听说您到厂医院找了小慧2次。我实话跟你讲，8点我就来你家等你了，现在都10点了，到底干什么去了？电影票？你跟谁看电影去了？我跟你说要帮我保守秘密啊。陆秘书，陆秘书，你跟他看电影去了？我下午不是搭他的车去市医院吗？我看有时间就去书店逛了逛，然后他就，反正他也跟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今天实在不好再拒绝。你不会认真在考虑他吧？当然不会，但是他的心思全厂医院不是都知道吗？我是怕一旦处理不好，影响工作就麻烦了。红梅姐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这种事情我也不好给你建议，但如果是我的话，不喜欢就明说，不拖着他，也别委屈你自己，对吧？是，这话是这么说，但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嘛，不像你跟丹阳。我还真挺羡慕你和丹阳的。
我跟他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呀？那你问问陈队长他们知不知道？不是，怎么说着你就说起我来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跟陆程这个事儿，你自己得好好想清楚。红梅姐，你慢点啊，明天见。小慧，爸，爸，你这么晚还没睡啊？庞管走了啊，走了。他问你什么了？问我这么晚了去哪儿了？你怎么回答他？我跟陆秘书看电影去了。看电影？快难为情的，就没跟你说。担心了吧？时间不早了，爸爸累了。爸。小慧，以后晚上还是要少出去，啊？爸，我能照顾好自己，也能照顾好你。我去睡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小慧，晚上出去，爸爸不放心。我知道了，爸。白大夫，哎，白大夫，哦，来了。哎，哪一位？白大夫，麻烦您看一下我这胳膊，昨天摔了一跤，人动不了了。摔了啊！来来来，快去，进屋坐。坐。哎，好，我去拿个东西啊。麻烦您啊。哎。来找我爸看病呢。是昨天晚上天太黑，我这走路一不小心摔了，我这胳膊肘一撑地给扭伤了。哼，那以后走夜路要小心点。是，一定要小心的。哎，爸，坐。胳膊摔了。你轻点，轻点。啊！这样疼吗？这还行，这还行是吧？还行啊。哦，对，这儿疼是吧？是。你这是摔的吗？是摔的啊，摔的。哎呦，我怎么看着你好像被人拿的呢？不是，白大夫，真是摔的。撒谎吧！我告诉你，被碰的还是摔的，这我还能看不清楚吗？动你这胳膊人呢，这是个练家子。爸，我去上班了。啊，快去吧。啊。你明白吧？白大夫，你赶紧来，上不了班了。我知道，你把这撑住。啊，撑住啊！那你放松，放松。哎，你是哪儿的？啊，我在市政工作，您赶紧给我看看，要不上不了班了我就。来啊！你感受一下。我动动，动动。能动了，行了，能不疼了。哎呦，谢谢您，白大夫。哎呀，不客气。那个多少钱？多少钱呢？啊，这么说吧，以后啊，离卸你胳膊这人远点儿，这算是我对你的忠告。这个不收费啊。谢谢你，白大夫。我走了。哎，
一会儿你问他，我记录。关这儿，陆秘书找我有事儿啊？想向你了解点情况。啊，行啊，那咱去屋里说。啊，不用，就在这儿吧。啊，好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昨天4点半，你是出场了是吧？是的，是夏院长让我去市医院取一个医疗器械。一个人吗？还有白慧。因为我们顺路。顺路，都去哪儿了？我们先去了市医院，然后把白慧送到了新华书店。然后呢？找我有事儿，求之不得呀。你说，要是有人问起你昨天晚上我去干什么了，你能不能跟他们说我们2个在一起看电影？红光影院就是那场昨晚7点的电影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昨天等到你电影结束，你都没来。是我不好，下次我请你好不好？但是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一下。我昨天晚上遇到一些事情，但是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，就是拜托你帮我这一次。我就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你也不希望我被赶出厂医院吧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。谢谢你，陆超。公安同志，这个也要说吗？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去吃了碗面，然后晚上看了场电影。哎，公安同志，下班以后看电影应该没事吧？哪个电影院？红光电影院。你还记得是几点场、几排几座吗？晚上7点，9排22号。票据你还有吧？这电影票我随手就扔了，谁会留这东西啊？队长。队长，怎么样？据我们了解，俩人昨天确实是在红光电影院看的7点的电影。白慧，在等我啊？厂里人多，不好跟你讲。今天庞公安来问我了，问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。但是我都按照你说的说了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相信。你也知道，我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。庞公安一点事，你放心，她是我姐，我了解她，他们只是例行公事。谢谢你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白慧，我总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？公安为什么会问？可以陪我到河边坐会儿吗？好，来，我来。昨晚我去见了一个人。谁呀？你应该知道，白大夫是我的养父。小时候，
我在孤儿院待过一段时间。昨天晚上，我就是去见孤儿院领养我的老师。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瞒着公安呢？他是逃犯。逃犯？那你为什么不举报他？我没有办法，他对我有恩。如果不是他，我可能就会饿死在路边。是他把我带到孤儿院，教我读书、识字。去年我才知道，他妻子得了重病。他为了给他妻子看病，他走投无路，偷了公家的东西。他昨天晚上来找我，我没办法，只能给了他一些钱。事后我也怕，我怕红梅姐他们知道，我是不是犯了大错？这个，从原则性来讲，确实有一些问题。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，你是一个善良有同情心、知恩图报的人。我没有看错你。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，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？白慧，你放心，我会把这些话烂在肚子里。谢谢你。这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，跟你聊聊天，心里舒服多了。白慧，白慧，我发誓，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，真的。袁然海，你记住，共产党现在处处防范森严，做事处处谨慎小心。你现在只是形似，你没有达到神似。我希望你到香港之后学一下对方的神，争取做到形神兼备。你的内心也要处处小心。你别忘了，厉先生在卢门还有个表弟呢。是，主任。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也到了你这把宝剑该出鞘的时刻了。你到了卢门之后，要整合卢门所有的力量，你要做好一枚雷管，把早已埋好的炸药要彻底引爆。冉海，你记住，磐石行动，你才是我最关键的人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我赋予你在卢门的全权之走，无论是对飞狐、鬼鸮，甚至是雪狼，你可以随意处置。是。好，好，去收拾收拾吧。帮我谢谢李经理啊，这次香港之行安排得很周到，我很满意。我一定会替你转达的。刘律师，渣打银行那边安排什么时候会面？已经约好了，明日9点见面。我父亲常说，在投机当中赚到的钱，不过是人脉跟机缘的巧合，上不了台面。而真正的投资是投资自己的祖国和人民。我在香港不会滞留很久，因为我要回到祖国，毕竟那里才是我的根嘛。厉先生，您还好？你是谁啊？啊？这
你们要干什么？刘先生不必担心，我还需要你继续当我的律师，工资提高20%，但需要你适当闭嘴。你们为什么要杀厉先生？谁杀了厉先生？厉先生不是在这儿吗？可假的，他毕竟真不来。怎么，我不像吗？你外形上像，但是没有但是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就是厉秋晨。看来刘先生好像还有所怀疑啊。你女儿长得蛮可爱的，什么时候结的婚？咱先说好，咱们这都是男人之间的事情，不能涉及家人。如果你不想家人受到伤害的话，就乖乖的按照我说的做。是，先生。什么先生？厉先生。他刚才跟你说了什么，你就继续按照他说的做，别耽误了我的行程。是，那我进去办事了，厉先生。你觉得？红梅姐，怎么了？这有2封信，我爸让我给你，说是在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找到的。他说呀，这2封信可能对你有帮助，让你好好看看。哦，替我谢谢你父亲。没事儿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谢谢。白大夫，庞公安，有事吗？您先忙。老傅啊，回去按照这个方子去抓药。如果临时突然发病了，就把这个药呢药丸啊拿一个放到嘴里嚼了，不能乱动。前段时间你这一发病，要不是人发现及时，你这不就没了吗？好好吃药可是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啊，好，慢走。哎呀，庞公安，来快坐。他这是什么病啊？听着挺严重的。他就是心脏不好。我来是想向您了解些情况。你说。前2天我们收到徐文正的2封家书，里面有提到您。原来您跟他认识，是因为给他父亲治病啊？哎呀，是有这么回事。徐文正把这事儿看得这么重，还写到家书里去了。这事儿说来挺巧的，我也是呢，通过给他父亲治病，认识了徐文正。这样推断下来，其实48年以前您就认识他。那他解放前在卢门的身份，您应该清楚啊。庞公安，我认识是认识，有交情是有交情，都是从另一方面。但是确实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尤其不愿意在那方面跟他们这些人有什么瓜葛吧。或者喝茶呀，聊聊天，他到我这看看，也就是这。信里还提到一个事儿，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。49年9月，您有进过小灰楼，
给当时被俘的中共干部看过病，但此前您跟我说过，您没去过小灰楼，这怎么解释？那是有这回事。当时有一个姓赵的共产党员，伤得很重，他们把我找去，直接就蒙着黑布去了，就叫人带下地下室了。但是一看呢，伤太重了，我也没治疗。哎，为这个事儿还真是挺遗憾的。之前我跟您提起小灰楼，您从来跟我都只字不提。今天看来，也有很多没记清楚的事情。那关于我父亲，您是不是还记得些什么？哪怕只有一点点。方公安，你干嘛非要认定我知道这些事儿呢？我这47年，就是我父亲走的那年。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走之前他让我照顾好爷爷奶奶，跟我说他会走3个月。没想到一走就是一辈子。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离开那天的背影。这么多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，我都想知道他在哪儿。是我无能，所以如果您知道他在哪儿，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，我希望您告诉我，让我这个做女儿的，至少可以让父亲入土为安。好了，不打扰您了，不打扰您了，坐，我走了。啊。又有2个兄弟被抓了，小六子那小子是靠不住，早晚会把我供出来。今晚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做针灸了。新中国这都成立了3年了，我劝过你，要么走，要么收手。还不是因为当初做着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，现在倒好，想走也走不了了。你我单独联系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把你供出来的。对了，你让我找的地方没有找到，只是找到了这把钥匙。我知道那是雪狼的秘密据点，就知道是个酒窖，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先伏后，雪狼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但是我知道他的使命就在卢门，只要你不离开卢门，就一定能找到他。明白。
白明翰是这么跟你说的？对，跟以前一样，回答得很自然，而且理由也算充分。老师，我觉得就算他有问题，也不单单是特务这么简单。白明翰的手应该伸不到车间内部去。是。对了，看一下，这又一个跟灵武所有关联的人。爱国华侨厉秋晨支援国家建设，他不是李培章表哥吗？回来了。市接待处的人已经安排他住下了，但是他提出来要见一下他的表弟李培章。可是仪器厂毕竟是保密单位，他去不合适吧？可他们毕竟是表兄弟，不让他们见面也不太合适。这件事呢，你来负责，记住，热情的接待，注意保密。是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我这手被夹了个口子。我们是厂医院的护士，帮你看一下。呀，这伤口太深了，你帮我去拿个手绢。你忍着点啊。快！师傅，这伤口深，我怕会感染，你这得去医院处理才行。那去咱们厂医院吧，就在附近。那麻烦你们了。医院就在那边，跟我们走吧。走吧。走了？对，已经离开了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说是去东方农场了。东方农场，谢谢啊。嗯。哎，陈队长，你值班啊？珊珊啊，白慧。陈队长，这人手受伤了，我们带他去医院处理一下。啊，你就是那个爱国华侨厉秋晨？对，是我。这怎么受的伤？刚才修车的时候不小心刮了一下。啊，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行，那你们赶紧带他去治疗一下。好，那跟我们走吧。谢谢。哎呀，伤口很深呢，需要缝合。葛主任，要不我来处理？没事，我来吧。忍着点啊。忍一下啊。先生，你不是我们厂里的吧？怎么以前没见过你？他就是厉秋晨先生，刚从国外回来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华侨怎么穿成你这个样子啊？珊珊，不要以貌取人啊！华侨应该穿成什么样子啊？我看那报纸上的华侨照片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呀，哪像他这样一身工作服。那是你观察不够仔细，没看上厉先生穿衬衫和皮鞋呢。还真是。厉先生刚回国不久吧？怎么想起到我们这个小城市来了？我就是卢门人啊。哦，是吗？这次我回来，发现农场很多机具都缺乏维护和保养。我这刚修了一个卡车，准备试一试，结果没想到半路上就抛锚了。东方农场啊，那就在我们隔壁啊。你们农场好多人来我们医院看病呢。是吗？那辛苦你们了啊。没事儿。好了，百惠准备缝合。哎。可惜你这个手怕了。没事，给我吧。这都洗不出来了，我给你买个新的吧。哎呦，真的不用了，谢谢。厉先生，红梅姐，听说您受伤了，怎么样？处理好了吗？没事了。你是？啊，我叫庞红梅，这个。
哎呀，这南京沦陷，37年到现在，时光荏苒呐。我还记得咱们小时候还经常去祠堂前面玩那个抓人游戏，你还有印象吗？那能忘了吗？哎呀，现在想一想，还是小时候有意思，无忧无虑的哈。是啊，我还记得那时候，你也是从树上摔下来，然后这个手臂上好像还落了一块疤，是不是？弟妹在呢，能不能别总说我小时候的丑事儿？什么弟妹？那这位是？他就是我同事。你说是我？那个不好意思，误会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庞小姐。没事儿。这是不走了吧？应该啊，我得去铜矿一阵子，等过段时间事情忙完了，我再来看你。太好了。各项数值啊。哎，大洋，哎，来，哎，裴章、红梅，行，那咱们就按这个办。明天早上我看新的一个啊，辛苦。没事，走。大洋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表哥厉秋晨，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。你好，季丹阳。哦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手受伤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两个都是在同一个城市念的书啊？是吗？我是理工学院数学系，你呢？哪个大学？跟季专家比不了，我是商学院，学的是商科。红梅，你知道这两个大学有多近吗？相当于从专家楼到厂医院，就这么近。还真是够近的。哎，厉先生，那你一定知道威廉姆教授了，他是从我们理工学院，然后到你们学校任教的。不瞒你们说，我跟我这个表弟比不了，他是学究，我从小就不爱读书。我去国外读书也是家父逼的，就是为了给自己镀一层金而已。而且我更喜欢的是工科，所以你说的那些教授，我平时接触的并不多。表哥，你也太谦虚了。我可记得小时候，你的理科可比我好太多了。那不是小时候吗？长大了就喜欢工科了。既然两所学校离得这么近，厉先生应该知道安文山吧？安文山，听说过，他是理工研究材料学的吧？安先生可是名声在外啊，可惜我并没有见过他。怎么突然提到他了？安文山呢，是我的师兄，前段时间在国外去世了。啊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季专家，你听说过琳达女士吗？她负责照顾我在国外的一切，而且她照顾过咱们很多华裔的留学生。我这半工半读的，可请不起琳达女士。其实我觉得咱们在国外应该早点认识的，不过现在也不迟，绕了一个大圈子，还是认识了。有机会咱们一起逛逛卢门，怎么样，裴章？没问题啊，走。哎，我们先走了啊。裴章，你也是留学的？对。啊，但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是留苏的。琳达女士，我母亲啊，她一直很惦记你。怎么说呢？相当于管家的角色。有钱人家到了国外会去找他，他负责安排好吃穿住行。这么说来，这厉先生家境是够殷实的。是啊，姑姑从小对我来说就是对我最好的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庞红梅，你不会老毛病又犯了吧？感觉厉秀才有问题啊！别走了吧。我就随便问问还不行？你能不能不要再多心了？等这次工程结束，我一定去看一下他。一定啊，一定。你要是哪天休息的话，可以去我们农场玩啊。这个我就不好说了，你看每天都那么忙。行，有时间，有时间。行了。拜拜，哥。人家厉先生有那么浓烈的报国热情，都把自己的资产捐献给祖国做贡献。那这样的人如果是特务的话，那特务的成本未免也太高了吧？队长，红梅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没有？没什么大问题。行，没什么大问题，那就是只有小问题了。就算有小问题，我也不能怀疑人家，毕竟人家是爱国华侨嘛。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成熟了，不像刚来卢门的时候，干什么事儿都风风火火的。
只是，我就觉得很巧，为什么就偏偏在水滴工程这个关键节点上回来呢？他不是说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吗？这还能挑日子？哎，对了，卯汉车间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现在还一切正常，季专家和贺专家我们都提醒过了，现在非必要不去车间，所以还算平静。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！我看我们还要多注意一下厉愁尘，这个时候回到卢门确实有些蹊跷。是。厂长，这是你要的文件。好，你放这儿吧。别说话。厂长，您最近是不是又没休息好？一定要按时吃药。放心，一定吃。你看这2天啊，这电话就没断过。我是韩云东。厂长，我们这车间有点事儿，麻烦您过来一下。好，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厂长，让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哦，不用。哦，对了，把文件和钛金属样品锁到保险柜里。好嘞。厂长再见。您慢走啊。你刚才一直看着我呀，快，不好意思的，一会儿厂长回来再看你。没事儿。白慧，我晚上去看电影吧。我上次跟你看电影，我爸回去晚，他都说我了。要不这样，等哪天我夜班的时候，咱俩白天去看。好呀，一言为定。你们办公室可真吵呢。我现在来这的心情，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一直是这样，从来没变过呀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呀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感觉这个地方敞亮多了。陆成，你好好干，我相信凭你的努力，总有一天你能坐到这个位子上。我可从来没想过。这有什么不敢想的？我都想过，我还想，也许以后厂医院扩大了，我能当一个护理部主任呢。我们年轻人就是要争取进步，不是吗？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相互促进，共同进步。你加油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嗯。那我先走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真好看。这个是钛金属。钛金属。它好美啊，像钻石一样。看我们两个的影子都在上面呢。我走了。你说奇不奇怪？这么多块儿，我只喜欢那一块儿。它跟别的长得都不一样。因为这上面有我们两个人影子。嗯，也许你说的是对的。
替我保管好那一块儿，有我们两个的影子。我走了。等一下，白慧。送给你。这个可不行，这是公家的东西。哎呀，你就拿着吧。这也许就是块边角料，更何况，这上面有我们两个的影子。那好，那我想你的时候，我就看看它。那我走了，真走了。嗯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哎。陆秘书好。二专家在呢。陆秘书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来征求意见的，征求各位专家对我们厂办在配合专家组工作当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。你们配合的特别好，没什么意见。那建议呢？
黄小姐，厉先生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这么巧，我刚好路过。拍什么呢？我这刚回祖国，看什么都新鲜，想多拍点照片寄过去给我老太太看看。也好。要不我给你拍一张照片吧？不了。拍一张吧，你让我们老太太看看，您是我回到祖国以后遇到过最美丽、最善良的人。来，看我，哎，1、2、3。晚上有空吗？要不一起吃个饭？不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你慢慢逛。啊。你好，这里能做工装吗？能，只要您说出个样子，我都能做。里面有一件，进去看看。谢谢。我刚才在路上碰见庞公安了。长官，请喝水。啊，坐。你蜗居在大陆多年，对党工的贡献有目共睹，辛苦了。长官客气了。把这个交给飞虎是对他的奖励。还有这个，他现在的任务极其重要。发电报回台湾，告诉他们我已经安全到达。是，长官。不过，你刚才在街上怎么会碰见那个庞公安啊？可能是对我有所怀疑吧。毕竟我的身份现在回来，他们不得不防。可那个庞公安不是好对付的。我会小心的。是啊，这2天熬了2夜。下一步关键就是我们的潜艇实验舱的生存实验。具体情况，丹阳跟新闻同志在做实验的演算。这是定稿的图纸，来，咱们看一下。洛成，这个会议不需要记录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去吧。好，那3位领导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叫我。好，辛苦了。关键是这一块没地方。这么复杂呀？所以啊，要咱们厂各部门通力合作，共同打造。建成之后啊，这里边需要15个人员实验20天，这可是水滴工程关键的一步啊。主公，这个图纸还有谁看过？专家组都看过呀。专家组我不担心，还有其他人吗？这张图纸我们昨天晚上才定稿，一直在我手里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这个建成之后啊，除了安全和安静的环境，温度、湿度相对恒定，这样测出的数据啊，才有意义啊。恒温恒湿。对。要是建造满洲这种条件的大车间，成本、工期都是问题。大城市也很难做到吧？是啊，我们昨天专家组也在探究这个问题。所以今天来啊，想请各位看看你们有什么好办法。那如果炉门没有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改造一下？抗美援朝的时候，我打过山甘岭。当时呢，我们挖了很多坑道，坑道里除了空气不咋地之外，温度好像真没什么变化。
哎，那是不是山洞也可以满足这种条件呢？那个需要一个很大的山洞啊，除了安装设备外，核心舱外围还有很多工作人员。这个一般的山洞达不到这个要求啊。这样吧，这个事情我跟韩厂长来想办法。楚工，施工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个图纸？那当然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接触过这个图纸的人就不可控了。我们必须要在保密的前提下，安全的建造。好。报告。是。主任，雪狼发来电报。是。林队长已平安抵达卢门，未引起怀疑，已与我部会合，共谋大事。雪狼。回电雪狼，光复大业未成，诸军仍需同心协力，精诚合作。磐石行动，务必听从林队长指挥。此事落成，党国定不负诸军。哎，厉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专门打听了一下，知道你住在这附近，特意过来感谢你的。这是我们农场的一些特产，表达一下我的心意。这不行，我不能收。谁碰到那种情况都会救你的。这个你必须收下。你知道吗？在海外有一句谚语，忘恩的人落在困难当中是不能够得救的。你这样拒绝我，是不是想让我忘恩啊？会不会太残忍啊？我不收你礼物就成残忍了？至少对我是这样，我可不想落在困难当中没有办法得救啊。那谢谢你啊。谢谢你，给我这个机会。啊，对了，我最近啊这个胳膊一直不太舒服，我听说你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老中医，能不能麻烦让他帮我看看？可以呀，你跟我来。来，我来。放这儿就好。啊，好。爸。爸。你看。回来了。这位是爱国华侨厉求臣厉先生。白大夫。手怎么伤了？皮外伤。哦，对了，爸，他胳膊不太好，你给他看一下吧。哦，快坐，坐吧。啊，坐吧，坐吧。我去泡茶。厉先生，来，我瞧瞧。云在青天，水在平。厉先生是渴了，等一会儿小慧就把茶拿来了。从哪儿来呀？台湾。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。离开多年了，怎么着也得回来看看。厉先生，我这个庙太小，你这胳膊还是到大医院去看吧。我了解过您的本事。白大夫，您还记得徐文正？他是家父的榜样。
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厉先生的父亲应该叫厉沧海吧？在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去过你府上，给你父亲瞧过病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厉少爷胃不太好。以前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了。现在就是这个胳膊，之前爬山摔了一下，现在只要一受凉就不舒服。请问白大夫，这种病应该怎么治啊？我看，橘生淮南则为橘，橘生淮北则为枳啊。你这胳膊不算什么病，回家就好了。回家，回到了卢门，就是回家。九姑妈让我替她向您问好，她老人家一直惦记着您过去对她的好。小慧，哎，茶还没烧好吗？来了。白大夫，您身体怎么样？黄土埋脖子了，有一天是一天吧。厉先生，我爸就是这样，平时特爱说笑。没事儿，以后我常过来陪老爷子说说话，熟悉了就好了。对了，你们家有什么体力活、杂活的，可以留给我，这些活我都会干。我们家活还确实不少，但是，这些活都是厉先生干不来的。谢谢。厉先生，你别介意啊，我爸他不是冲你，他那人就那样。第一次跟他接触的人都会觉得他有点怪的，但是接触久了就会觉得他人挺好的。真的没关系，这老爷子年纪大了，以后我常过来给他送点东西，让他调理调理。哎，不能拒绝。如果你不给我感谢你的机会的话，我会愧疚的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那您慢走。爸，厉先生走了。走了。走吧。哎，您刚才怎么对人家那么冲啊？小慧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厂隔壁东方农场的，是个爱国华侨。你怎么跟他认识的？啊，有一次他大卡车坏路上了，修理的时候手划伤了，我姗姗路过就给他包扎一下，但是伤口太深，我怕感染，就就近送到厂医院，就这么认识的。跟这个人以后最好不要来往了啊！为什么呀？这个人爸爸认识。你们怎么认识的呀？那还是解放前的时候，他们家举家前往南洋之前，我给他看过病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人呢，心事很重，对你没怀好意。小慧，你也是，随随便便就把这么个男人带到家里来，你就不怕别人生闲话？爸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人家厉先生是爱国华侨，现在可光荣了。人家说要把所有的国内财产都捐献国家的。愿意捐谁捐谁，反正我告诉你，不要再跟这个人来往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我说的有我的道理。莫名其妙。生存实验是我们接下来的重要任务。这些个图纸啊、数据啊，都是保密的，绝密。我是这样，我根据咱们工厂的生产和实验舱安装的各个单元，把图纸和数据分成数个小组。同志们，你们每一个小组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盯紧，监督好生产。
主公，为什么这么分配？这样分配啊，也是为了保密的需要。你们记住啊，到了车间，可以跟师傅、车间主任讨论、探讨、核对数据，但是图纸必须随身携带。生产完之后，所有的图纸都要交回来。同志们，这件事你们一定要重视起来。生存实验将是我们胜利的宣言。行百里者半九十，大家万万不可大意，好吧？这图纸改成这样，这只是铆焊车间负责的部分，方便工作。当然了，也有保密的成分。这么一看倒是简洁明了，只看部分，我怕将来会出什么岔子。以您的手艺能出什么岔子？师傅，过度的谦虚也是一种骄傲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你知道这活儿有多重要吗？啊！我就信。武瑞挺懂事儿的，这么多人呢，您不能总说他吧？我觉得武瑞就挺好，有年轻人那种朝气蓬勃的劲儿。你们就别夸他了，这小子呀，就是心浮气躁。如果他能把心踏实下来啊，将来拿个5级、6级工匠什么的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他现在就是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咣当，自己以为什么都懂，可是什么活儿一上手，永远就差那么一点点儿。您手上那是多少年的功夫？刘师傅，他比不了。刘师傅，我们这儿还有点问题，您再帮我们看看。好。我在楚公那看到你的入党申请书了，我也递交了一次，我可不能比你落后。可以吧？你还不是党员？嗯，我以为你早就是党员了。行。牛师傅，你也入党了吧？49年入的党，这日子呀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5月1号，鼻子出血了。怎么又流鼻血了？堵上！师傅，我这鼻窦炎又犯了，流血了，我去趟厂医院。我狗屁鼻窦炎！你小子就是在老厂子跟人打架，把鼻梁打塌了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快去快回！好。你好。护士长，放这儿吧。你这鼻子是旧伤吧？别动。杨婶，哎，来了。我的衣服好了吗？等着啊。这件衣服啊，可是倾注了我好多心血，看看喜不喜欢。谢谢苗婶，我很喜欢。